歡迎大家翻到嚟置業飛航 Faraway Homes， 我係 Captain Wing 啊。上集咧有同大家介紹過點樣以租賃業權嘅方式咧去持有獨立屋嘅項目。若果大家咧喜歡英倫式建築嘅朋友仔，今集就唔好錯過啦。San Siri Settled Siri 伯納 KM10呢一個項目係以英式喬治亞風格去建設。若果咧大家簡單地想以護照以租賃業權90年 leasehold 嘅方式去購買獨立屋項目，呢一集就唔好錯過啦。項目嘅一大賣點咧，當然係會所嘅設施啦。英倫式圓拱門嘅設計盡顯氣派啊！游泳池咧分別有小童游泳池0.6米嘅水深啦，另外咧仲有成人游泳池係1.2米嘅水深。前面咧係一個無邊際泳池，直望咧係整個花園嘅位置，好舒服、悠然自得嘅感覺。經過咗圓拱門咧，走進呢一個摩登喬治亞風格設計嘅會所，個人感覺咧係非常之靚嘅。咁佢2樓咧就設有 fitness 同埋 co-working room 嘅位置，我哋一齊上去睇睇啊！嚟到2樓英式大宅嘅設計咧，我哋入去 fitness room 度睇一睇先。所有健身器材咧都相當齊全喎，有行樓梯機啊等等，又有操機等等，咁咧可以有一個理想健康嘅生活啦。首先咧，一睇咧就睇最大，佢哋叫 Marsfield 377平方米，擁有5個房間、6個洗手間。我哋一齊入去睇睇先。哇！個設計咧非常之優雅同埋華麗喎，樓底咧非常之高，採用咗圓拱門嘅設計。下邊咧就已經有一個長者嘅睡房，咁你見到咧出邊嘅地板同房咧係平行線嘅，呢啲咧亦都係無障礙嘅設計，可以適合長者去居住啦。咁入到嚟洗手間咧，亦都係一個平嘅設計嚟㗎。咁呢個大廳咧非常之方正啦，個人咧最中意呢一個設計，係一個 LCD 火爐嘅設計，適合翻而家20年嘅火運啦。咁另外呢個客廳之外咧，仲有個飯廳，飯廳咧係一個8座位嘅餐台椅，擁有一個雲石台嘅設計，而雲石台咧同呢個 Open Kitchen 嘅工作台咧係配套嘅，仲有呢度工作台都係配套，咁成個設計咧係極之華麗嘅。首先咧，追上潮流，梗係有 EV 卡充電器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入去睇下，好似呢啲玻璃係有隔熱玻璃同埋 UV 嘅塗層嘅喎。玻璃咧就採用咗隔熱嘅玻璃同埋 UV 嘅塗層。咁你見到咧樓底咧係特高嘅。咁除咗之外咧，上邊樓頂咧係有太陽能嘅裝置，同埋呢度採用咗太陽能嘅照明啊。
偏廳咧採光度咧相當充足，兩邊咧90度角咧差唔多咧都有去到樓頂嘅一個 open area 嘅窗戶，咁採光度咧出邊嘅陽光咧可以滲透落嚟。咁經過呢個偏廳之後咧，上到2樓咧就去到睡房區嘅位置啦。咁呢個玄關位咧都相當寬闊，設計師咧好用心，呢個設計咧相當貼心啊！咁另外咧，上到2樓嘅位置咧，牆身嘅設計咧都非常之吸引，每一步咧都有 sensor， 去到夜間嘅時候咧，佢就會着咗呢一個樓梯燈，令到自己上落樓梯嘅時候咧，更加會有照明嘅輔助啊！頂層嘅樓底咧都相當寬闊喎，咁咧3邊落床 Super King Size 嘅床，呢個係基本嘅設置啦。咁設計師嘅裝修咧都非常之靚，採光度咧又係好鬼充足嘅喎。入到嚟咧就係一個 walk-in closet 嘅位置，兩排嘅衣櫃極之齊全。睇一睇洗手間先，一邊咧係浴缸，一邊係企缸，可以適合唔同需要嘅情況去享用啦。一間大班屋咧，樓底高之餘咧，仲可以有一個空間做一個好靚嘅吊燈。整個嘅獨立屋咧，個格調咧將會提升，係好華麗嘅設計嚟㗎。偏廳咧就好適合我哋自己閱讀啦，靜靜地咧喺黃昏咧又可以睇書。咁呢邊咧有一間 multi-function 嘅房間啦，可以俾大家咧做書房或者工作房。就算呢間房間咧裏邊咧都有套廁嘅設計㗎喎。哇！喺度工作嘅話咧就會相當好啦。哇！呢一間嘅工作間咧同埋書房嘅位置咧都做咗一排嘅built-in嘅櫃啦，咁你見到咧，採用嘅用料同埋個配色咧，好華麗同埋好吸引嘅。跟住落嚟咧，就睇下小朋友個睡房先。哇！小朋友睡房咧非常之吸引，最特別嘅地方有冇見到啊？窗簾同埋牆身咧採用咗同一個系列同埋 pattern 嘅設計。咁睡房裏邊咧分開咗上下層唔同嘅油漆，去做一啲層次嘅感覺。另外裏邊咧又有一個套廁嘅設計喎。小朋友咧相當高興喎。哇！最後呢一間房間咧係俾一啲賓客去使用啦。哇！但係成個面積咧都好似主人房咁多啊。咁你見到咧3邊落床啦，呢張床咧採用咗比較一個高身啲嘅設計啦。咁你見到嗰個床褥彈簧咧係非常之高啦，瞓上去非常之舒服啦。呢邊咧係有一排嘅衣櫃嘅。咁另外呢度咧一樣係有一個套廁嘅設計。咁裏面嘅企缸咧採用咗雲石嘅設施啦。細心留意咧，每一個洗手間咧都會有通風嘅窗口，完美咧解決咗我哋一般嚟講唔中意黑廁呢個問題啦。中間咧有另外一個面積係310平方米，門前咧有3個車位，4房4個洗手間，仲有一個工人房，我哋一齊入去睇睇啦。呢一個咧單位咧叫做 Austin 嘅。哇！呢個小偏廳嘅位置咧相當吸引喎。
同頭先嗰個有啲分別啦，呢度咧加裝咗一個電視機同埋電視櫃嘅位置，咁個距離咧當然係冇頭先377平方米咁大啦，但係相對嚟講偏廳嘅話咧都相當足夠，招呼客人咧都非常之好嘅喎。入到嚟咧就從頭先377平方米有分別嘅地方咧，就係少咗個玄關位嘅位置，比較細啲。跟住嚟到呢度咧，一樣咧可以做到8座位嘅餐台椅啦。咁呢一間咧設計師採用咗一啲比較摩登啲嘅設計啦。咁你見到咧呢一個雲石台同埋呢個雲石嘅台面 Island Table 咧都係同一個系列。咁呢度咧配備咗多啲嘅紅酒櫃添喎。咁樓底咧依舊係非常之高嘅。咁另外呢邊咧一樣咧係有一個長者設備嘅無障礙嘅房間，可以俾家庭成員裏邊咧有長者咧去住呢間房嘅。咁一樣係套廁嘅設計啦。呢間房間最特別嘅地方咧係出邊望到一個花園嘅景觀，個人咧感覺咧就相對舒服啦。跟住咧，入去睇下個廚房先，咁呢度咧有個 open kitchen 啦，咁呢度咧就係用電爐啦。裏邊咧最特別嘅地方咧係可以明火煮食，我哋叫做 Thai kitchen 喎。咁選用咗整套 Tekka 嘅組件啦，呢個大型嘅抽油煙機，4個爐頭嘅明火煮食，有一個位置預留咗咧，放一個比較大嘅雪櫃啦。咁起碼都要有呢個 size 咯喎。入到去咧就洗衣房嘅設計。一邊咧就洗衣機，一邊係乾衣機。最特別嘅地方咧，如果咁大間屋嚟講咧，通常咧都要有工人去服務大家啦。咁啊見到個工人房咧，個面積都相當寬闊，非常之好喎。咁另外咧仲配備工人嘅洗手間，咁工人咧可以喺度咧 work-life balance， 咁佢更加有信心同埋更加舒服去服務佢個主子啦。經過咗車房咧，其實有另外一個側門咧，可以進入單位嘅位置。跟住咧喺旁邊咧就有樓梯咧連接2樓睡房嘅位置啦。一上到嚟2樓咧，有充足嘅位置咧，做一個偏廳，設有啲嘅綠色植物，一個摩登嘅 mix and match 嘅感覺。咁呢度有個工作台啦。經過呢個牆身咧，見到設計師咧放咗2幅好靚嘅油畫喎，直入咧就係主人房嘅位置啦。入到嚟主人房，3邊落床啦，採光度非常之足夠。哇！呢邊嗰個 walk-in closet 非常之華麗，3排嘅衣櫃、梳妝台，入到嚟咧就係套廁嘅設計。呢一邊咧做咗個浴缸啦。採用咗德國嘅品牌 Cooler 啦，呢邊仲有企缸，呢個洗面盤咧係非常之長，預留咗好多個位置放一啲個人護理產品。而坐廁咧採用咗電動嘅坐廁嘅，沿住2樓樓梯上咗嚟之後，呢個走廊咧去到客房嘅位置啦喎。呢一間客房咧，面積咧都相當充裕啊！呢一間咧嘅客房咧就係比較女性化呢個設計啦。咁見到窗簾同埋牆紙咧都採用咗一啲粉色嘅系列。另外套廁嘅設計啦，一樣咧設備齊全，有一個相對寬闊嘅衣帽間。睇下另外一間客房先。哇！呢間客房咧更加寬闊，個人咧更加喜歡佢嘅設計喎，更加嘅華麗啦。呢個裝飾牆，牆紙咧採用咗一啲柔和嘅色調。另外咧套廁啦，呢一邊咧有整排嘅衣櫃，仲有裝飾櫃。呢度咧仲有工作台添啊！跟住落嚟咧，睇最後一個 Lawrence 呢個系列，係247平方米，一樣咧有4個房間、4個嘅洗手間同埋3個車位嘅。一入到嚟咧就去到主客廳嘅位置啦。
咁梳化同電視嘅距離咧都相對充足啦。咁呢度咧係因為有寧靜嘅感覺咧，佢就冇放電視機嘅。入到嚟咧就係餐台椅嘅位置，設有一個6座位嘅餐台椅啦。咁呢邊咧做咗一個吧台啦，紅酒櫃，有好多嘅收納空間啦。個人咧最中意呢個 coffee corner。咁呢個247平方米嘅系列咧，有一個叫做落塵嘅區位啦。咁呢度咧可以坐喺度咧，着好你嘅鞋咧。咁呢度一出嘅側門咧就去到車房嘅位置啦。咁咧住得呢啲屋咧，通常咧都中意打下golf啊，或者有機會去滑雪啦。咁喺樓梯底咧，物盡其用，有一個好大嘅儲物空間。跟住入到嚟咧，就係一個泰式廚房嘅設計啦，一樣係明火煮食。呢一個設計咧，相對咧工作台咧係好修長啦。另外設有2排啦，有好大嘅收納空間。咁呢度咧可以擺一個2用或者焗爐同埋微波爐啦。雪櫃咧係非常之大嘅。咁另外咧呢度咧設有一個衣帽間，可以喺度洗衫啦。下層咧，佢設計咧採用咗一個工作間嘅設計啦。咁呢度相對寧靜啦，可以諗一諗投資嘅大計啦。咁呢度咧一排窗採光度咧相對充足，房間嘅面積咧都係幾咁寬闊嘅。跟住喺工作房出嚟咧，我哋入去咧客廁睇睇啦。咁牆面咧採用咗雲石嘅設計啦，呢啲嘅設計咧喺咁多年咧都會襟興嘅。咁配咗呢個地磚係木紋色嘅，個人咧覺得係非常之好啦。有企缸嘅設計啦，座廁、電動馬桶啊、洗面盤同埋鏡架咧都齊全嘅。咁牆身咧嘅設計咧非常之細心啦。你見到咧呢度有個 sensor 啦，咁如果咧只要我哋通過嘅時候咧，佢呢個牆邊嘅燈照明系統咧就會着咗噶啦。連接樓梯咧都係巧妙心思嘅喎，咁佢咧每一級嘅樓梯同埋呢個扶手咧，再採用咗同一個系列嘅實木設計。咁另外上面咧仲有一啲瀝架掃塵啦，防止呢一啲嘅蟲蛀等等啦。咁應該可以好保養嘅。咁上到嚟咧，上面嘅樓層啦，直入咧就係主人房嘅位置啦。咁而家係黃昏嘅時段啦，太陽光咧曬入嚟呢間睡房咧，非常之柔和嘅感覺。3邊落床啦，超級king size嘅床。咁呢邊咧仲有一個配合嘅地櫃啦。咁另外咧仲做咗一個休息嘅空間，有一張梳化椅，另外有梳妝台。入到嚟咧有個 walk-in closet 嘅位置。設計師咧做咗整排嘅衣櫃，櫃裏邊咧仲有一個照明嘅裝置。另外呢邊咧做咗梳妝台，直入咧就係套廁嘅設計啦。咁呢度咧上層咧只係配置咗一個企缸嘅設計啦。咁我哋直出咧就係另外2個睡房嘅位置啦。房咧採用咗一個高亭式嘅設計，佢嘅牆紙啊、牆身嘅床鋪啊等等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華麗設計。呢一排咧浴室出邊咧做咗整排嘅衣櫃，入到嚟咧就係洗手間套廁嘅位置啦。咁上咗嚟樓梯嘅右手邊咧，直入咧就係小朋友嘅睡房啦。哇！小朋友嘅睡房咧都相當寬闊，採用咗一個粉藍色嘅粉色色調。另外3邊落床啦，小朋友張床咧都相當寬闊㗎。咁另外咧呢邊有一啲嘅玩具擺放嘅位置啦，直入咧亦都係另外一個套廁嘅設計啦。今次咧 Captain Wing 嘅團隊咧
喺項目距離1分鐘嘅步程咧，發現咗一間隱世嘅意大利餐廳，佢個名咧叫做 Prosecco， 創辦人咧叫做 Stefano。呢一間意大利嘅餐廳嘅主廚咧，仲好有心機喺裏邊建構咗一個紅磚焗爐，採用咗意大利傳統嘅做法，做出嚟嘅批底咧非常之煙韌，值得一試㗎。項目咧鄰近曼谷國際機場素萬拿浦，車程咧只係20分鐘。而項目咧靠近 EEC 東部經濟走廊起點，亦屬核心嘅區域。經由棒那嘅高速公路咧，可以快速連接曼谷市中心。10分鐘嘅車程咧，可以抵達東南亞最大嘅購物中心 Mega 棒那。周邊咧亦涵蓋國際嘅醫院 Silicon。另外，亦有頂級嘅學府 Bangkok Pathana School 同埋 Berkeley International School。商業區域咧有拜鐵會議展覽中心、King Khao 主幹道連接勒格棒同埋 Sukhumvit 77直達 En Route 嘅位置。棒那主幹道可以連接 Market Village、Mega 棒那。聽講 Mega 棒那咧仲有第2期嘅 extension 部分，直達 BTS 棒那站。最近咧睇咗好多曼谷當地嘅經濟發展，其中咧留意到棒那區域未來咧有 Bangkok Mall 啦，預計咧喺2028年落成。呢一個咧係號稱東南亞最大嘅商場。而家暫時最大嘅 Mega 棒那咧，亦都有 extension 第2期去建設，將會伸延咧係擴大更加大嘅商場啦。而呢個 Mega 棒那之外咧，仲有一個叫做 Central 棒那。Central 棒那咧已經做緊一個翻新嘅工程，整體升級。點解各大嘅商城咧都準備喺度升級喺棒那嘅區域？因為棒那嘅區域咧未來嘅發展係非常之龐大，係好值得大家留意㗎。咁呢個 Sansiri 嘅 Seta Siri 棒那 KM10 絕對係你值得投資嘅項目。若果大家對 Sansiri 呢個項目 Seta Siri 棒那 KM10 有興趣嘅話，歡迎 WhatsApp 或者聯絡我哋智飛航 Flyaway Homes， 同我哋一齊了解更多啦。